大家好啊，又嚟到默默讀書嘅時間啦。今日想同大家分享撒旦嘅武器。首先我哋必須要了解到撒旦非常之樂見於我哋基督徒腦中係有得勝嘅知識，但係內心就冇得勝嘅經驗。既然冇得勝嘅經驗，咁樣信徒就會好容易被誘惑到一個好似去咗一個安全嘅地帶嘅假象咁樣啦，而到最後就成為咗撒旦嘅獵物。必須要切記一點，我哋作戰唔係喺求勝利，而係從勝利出發，因為耶穌基督已經戰勝咗撒旦。我哋再要進一步睇一睇，我哋到底點樣成為撒旦嘅獵物啦。首先睇一睇聖經嘅經文，創世紀2章16至17節，耶和華吩咐他說：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吃，只是分辨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另外創世紀3章1至7節，耶和華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對女人說：神豈是真說不許你們吃園中所有樹上的果子嗎？女人對蛇說：園中樹上的果子我們可以吃，唯有園當中那棵樹上的果子，神曾說你們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們死。蛇對女人說：你們不一定死，因為神知道你們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們便如神，能知道善惡。於是女人見那棵樹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悅人眼目，且是可喜愛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來吃了，又給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們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體，便拿無花果樹的葉子為自己編造裙子。撒旦化作蛇的形象嚟到夏娃面前，當撒旦要誘惑第一個女人和男人犯罪嘅時候，佢首先攻擊就係女人嘅心。我哋嚟睇一睇撒旦係點樣一步一步咁令到夏娃相信佢嘅謊言，亦都睇下夏娃回覆撒旦嘅試探時候又點樣犯咗導致佢犯罪嘅錯誤啦。當撒旦嚟到夏娃面前，第一句所講嘅說話係啲咩呢？佢對神嘅說話表示懷疑，佢話神豈是真說？夏娃嘅回應係：園中樹上嘅果子我們可以吃。但係原本神係話咩㗎？神係話你可以隨意吃。佢嘅回應入面，佢擅自刪減咗神嘅話語，將隨意刪減咗。我哋可以睇到夏娃已經接受咗撒旦嘅暗示啦。佢嘅暗示就係神係有所保留嘅，同時亦都讓神嘅話語少咗幾分慈愛。當我哋開始懷疑或者忘記咗神嘅恩典同神嘅至善嘅時候，我哋就好容易違背咗神嘅旨意。另外，佢仲擅自增添咗神嘅話語添。神原本只係講咗一句你不可吃，但係夏娃喺後面又加多咗一句也不可以摸，成句佢嘅回應就係你們不可吃也不可摸，加多咗不可摸嘅字眼，令到神嘅話語又加多咗幾分嘅嚴厲。佢唔單止加多咗句說話，佢仲篡改咗神嘅說話添。神話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夏娃就將佢改成免得你們死。所以成句神嘅原話就係話，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吃，只是分辨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撒旦就要我哋去相信神嘅誡命係好難遵守嘅，相反佢就能夠提供我哋一啲更加愉悅嘅事情。嚟到呢度，撒旦由始至終只係講咗一句說話，就係神豈是真說不許你們吃園中所有樹上的果子嗎？撒旦呢一個懷疑有兩種暗示喺入面。第一種暗示就係，或者你誤解咗神嘅話呢，或者你自己以為神曾經係咁樣講過呢？
另外一種暗示就係對神至善嘅懷疑。如果神真係愛你嘅話，佢唔會有任何嘢唔俾你食嘅。到現在為止，撒旦係冇否定過神所講嘅嘢嘅，佢只係用懷疑嘅口吻。神係咪真係咁樣講過㗎？短短一個疑問句就足以推翻對神話語嘅理解同埋信任啦。可見懷疑呢個威力真係非常之強大。對神嘅話表示懷疑，就係撒旦嘅第一個圈套啦。當夏娃講完免得你們死呢句話之後，撒旦見有位入，就即刻回應佢：你哋唔一定死。否定神嘅話就係撒旦嘅第二個圈套啦。你哋唔一定會死呢一句說話嘅背後意思係啲咩呢？就係就算違抗命令都唔會有咁嚴重嘅後果。因此夏娃先至膽敢背叛神而順從撒旦嘅意思。由此可見，從懷疑到否定只不過就係小小嘅一步。夏娃同亞當從未經歷過死亡，因此佢哋唔會明白乜嘢叫做死。喺過去佢哋所有嘅經歷都係神嘅話語，而現在卻係跟住撒旦嘅方向，並走上否定神嘅話語嘅路上。可見否定神嘅話正正就係與神背道而馳嘅其中一個關鍵點啦。我哋再嚟睇下撒旦嘅第三個圈套，佢開始自己編造謊言。撒旦話：你哋會變得好似神咁樣，因為神知道你哋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們便如神，能知善惡。呢一個係一個猜度嘅種子，意思就係話神知道你哋食咗就會好似神咁樣。呢句話俾人留下無限嘅思考空間啊！神唔想我同佢一樣，所以先至唔俾我食。原來神對我嘅愛係有保留噶，藉此亦都製造咗另外一個謊言，就係神對我係有所保留嘅。我哋睇一睇以賽亞書14章14節，入面有提到，因為他心裏曾說，我要與至上者同等。可見撒旦最大嘅野心就係希望自己可以變得同神一樣。撒旦係神所做嘅，但係佢妄想自己好似神一樣被敬拜、被侍奉。呢一種心態令到佢背叛神，妄想建造自己嘅國度，妄想自己變得好似神一樣。撒旦最大嘅謊言就係你會好似神一樣。人類一直想藉着自己嘅力量嚟提升自己，努力喺呢個地球上建立一個理想國，促成咗現代文明，亦都控制咗現代文明。其實亦都係中咗撒旦嘅圈套。好啦，而家撒旦只係要求夏娃暫時撇開神嘅話語嚟睇一睇呢一棵樹，再仔細啲睇清楚呢一棵樹。那樹上的果實好作食物，亦悅人眼目，能使人有智慧。呢個時候，女人必須作出一個抉擇啊，就係要聽從神嘅話，定係撒旦嘅話呢？最終佢嘅選擇係讓全人類時至今日仍然要承受呢一個決定嘅後果。神嘅真理使佢嘅旨意得以喺世上完成。當神嘅子女相信佢嘅真理，聖靈就開始大有能力咁作工，因為聖靈乃是真理嘅聖靈，而撒旦就藉着謊言嚟達成佢嘅目的。當一個人聽信謊言，撒旦就開始喺佢身上作工啦，因為佢本來就係說謊人嘅父。我哋嘅信心若果建立喺神嘅話語上面，最後嘅結果就係得勝；若果建立喺撒旦嘅謊言上面，佢嘅結果必然係失敗嘅。當然，撒旦係從來唔會承認呢一個係謊言啦，因為佢就係欺騙者，佢會將佢嘅謊言化妝成為神嘅真理。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詭詐，裝作基督徒使者嘅模樣，這也不足為怪，因為連撒旦也裝作光明嘅天使，導致到呢個世界上有好多假基督，亦都有假福音、假傳道人，仲有一種叫假嘅義，甚至亦都有假教會，就係撒旦嘅教會啦。撒旦嘅教會所宣揚嘅就係假嘅道理，
最後仲會有一位假基督，就係敵基督嘅出現啦。佢將代表撒旦接受世界嘅敬拜同埋侍奉。好啦，我哋而家已經了解到撒旦攻擊嘅目標就係我哋嘅心智，而佢嘅武器就係謊言。咁佢嘅目的又係啲乜嘢呢？撒旦嘅目的就係要你唔知道神嘅旨意。撒旦要打擊神嘅話，因為神嘅話中啟示咗佢嘅真理。若果唔藉着神嘅話語，我哋就了解唔到神嘅旨意啦。神嘅旨意係啲乜嘢呢？神嘅旨意首先顯示出嚟嘅就係神對我哋嘅愛啦，因為佢嘅旨意係同我哋有息息相關嘅。佢對於屬於佢嘅每一個孩子都有深刻嘅認識，包括佢哋嘅性情啦、名字啦，同埋佢哋所需要嘅，並以此而裁定佢哋嘅計劃。神希望我哋了解明白佢嘅旨意，藉此充滿並主宰我哋嘅心。而呢一切就係為咗要造就相信佢嘅人啦。我哋作為基督徒，應當樂於發現神嘅旨意，然後從心裏遵行。咁樣神嘅旨意就能夠變成佢生命嘅滋養啦。所以話面對神嘅旨意嘅時候，唔係責任，而係喜悅。我哋應該祈求，使我哋喺神一切嘅旨意上面能夠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夠站立得穩。好啦，我哋再繼續睇下撒旦點解要令到你唔知道神嘅旨意呢？佢嘅目的又係啲乜嘢呢？撒旦嘅第一步就係要你唔知道神嘅旨意，跟住佢就可以奪去神為你準備嘅榮耀福分啦。於是你就會做出一個錯誤嘅決定，犯罪，甚至乎會係一啲更悲慘嘅事情。既然係錯誤嘅決定，就會影響到他人為你嘅祈禱，因為若果唔係神嘅旨意，就唔能夠享受到神嘅平安與能力。既然唔能夠得到神嘅平安同能力嘅話，就唔能夠完全發揮到自己嘅潛力，亦都唔能夠完成神喺佢哋身上嘅計劃啦。所以喺人生嘅旅途上面，就唔能夠享受到第一流嘅旅行，而永遠只能停留喺抱怨嘅階段。佢哋嘅生活沒有餘力，因為佢哋次次都自絕於神嘅豐盛。佢哋去到一生，甚至浪費咗整個生命，都未能有效咁投資喺自己嘅生命入面。可見唯獨遵行神嘅旨意嘅就係永遠嘅常存啦。所以我哋需要防禦嘅武器，而呢個武器就係神嘅話啦。只有神嘅話語能夠暴露並打敗撒旦嘅謊言。唔好妄想同撒旦理論啦。從夏娃身上，我哋可以發現人嘅智慧絕對唔係撒旦詭計嘅對手啊！我哋唯一嘅防禦武器就係神所啟示嘅話語啦。以下係主耶穌基督喺曠野之中受撒旦試探時所用嘅武器啦。當時耶穌被聖靈引到曠野，受魔鬼嘅試探，他禁食40晝夜，後來就餓了。那試探人的進前來對他說：你若是神的兒子，可以吩咐這些石頭變成食物。耶穌卻回答說：經上記着說，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裏所出的一切話。撒旦就帶他進了聖城，叫他站在殿頂上，對他說：你若是神的兒子，可以跳下去，因為經上記着說，主要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耶穌對他說：經上又記着說，不可試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帶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將世上的萬國和萬國的榮都指給他看，對他說：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這一切都賜給你。耶穌說：撒旦，退去吧，因為經上記着說，當拜主你的神，單要侍奉他。於是魔鬼離開了耶穌，有天使來侍候他。耶穌打敗撒旦所用嘅武器唔係佢嘅神力，而係神的話。神的話就喺我哋現今可以見到嘅武器，聖靈嘅寶劍啦。聖靈幫助我哋揮動寶劍以致死仇敵。我哋如果想要打敗撒旦嘅謊言，就必須依靠神嘅話。而以下幾點就係必備嘅條件啦。
第一，我哋必須要明白神嘅話，所以盡量要利用時間去學習神嘅話語。第二，我哋必須要牢記神嘅話語，最好由現在開始就訂立一個有系統嘅背經計劃啦。第三，我哋必須要默想神嘅話語，因為默想對基督徒嘅靈命而言，正如好似消化並且滋潤我哋嘅身體咁樣。唯有喜愛耶和華嘅律法，晝夜思想，咁樣嘅人就為有福啦。第四，我哋必須要識得運用神嘅話語。我哋信徒嘅腦子就好似一部屬靈嘅電腦咁樣，盛滿咗聖經嘅說話。當面臨決定或者試探嘅時候，就能夠自動咁記起聖經上面嘅話，以應對當時嘅情況。唔好忘記，撒旦係比我哋更加精通聖經嘅，佢隨時都可以能夠引用經文嘅。但係聖靈係會教我哋如何運用神嘅話語嚟同魔鬼作戰。事不宜遲啦，請及早安排你嘅讀經計劃啦。希望今日嘅分享可以幫助大家去明白得到撒旦嘅武器係啲乜嘢，同埋點樣可以抵擋撒旦嘅攻擊啦。如果中意我呢條片嘅朋友，就請 like 同 share 啦。下次再見，拜拜。